香港咧就已經有一個咧專才移民嘅計劃，就係話舉凡咧係喺中國大陸裏邊一啲著名嘅大學，舉例如果係喺北大啊、清華大學嗰啲嘅著名嘅大學畢業咧，都可以咧係用一個專才咁樣嘅身份咧係申請嚟香港咧工作嘅。咁嚟香港工作有啲咩工作可以做呢？我聽有一個朋友講呢，就係話佢眼見嘅呢，就係做保險嘅工作都幾多嘅。咁當然啦，可能未必係一個終身嘅事業，只不過咧係一個咧暫時嘅工作，以至到咧係可以騎牛揾馬咁樣。咁做保險嘅工作點樣做法呢？好多咧佢都係嚟到香港有保險公司請佢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翻去家鄉或者佢自己有一啲熟悉嘅朋友喺香港，亦都拓展佢自己嘅事業咧，嚟到發展佢嗰個保險嘅工作。咁呢個咧都係一個考慮嘅途徑，佢可以咧係嚟到香港咧係有一個發展嘅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